大家好，今日係12月14號，換一個就係飛機少年。飛機少前晚呢就落一場水，做濕嗰啲地下。你大家個呢一有葉過，個石頭有葉過就愛拗清，因為呢你冇拗清呢個水分多，個花芽呢就難分化，你就愛拗清嗰隻石頭來，拗清個石頭來，做嗰隻冬至前。本來就要輕控個槍，輕控個作用呢，就係使到佢個荔枝脫水，容易來花，到小寒都咳，就比較花芽就比較神個花。今年特別有呢輪梢個，特別愛控個槍，控個槍用乜嘢控呢？我哋係用個花能手。刀後座一包40克就兌水100斤，加40%個熱氣嚟，就係15毫升，咁樣兌100斤水打落去就得嚟。荔枝到大小寒嘅時候見白點，就要噴嗰隻拉花素，噴個拉花素嘅作用呢，就係使到嘅荔枝個花出來齊整，有好多荔枝個今年個颱風打過，覺得個梢冇靚，有好多嗰邊出，嗰邊又冇出，就為了打嗰隻拉花素拉齊整嘅，到樣時殺花控花就好管理。拉花素一包就係200克，兌水就係400斤。你大家未買到嗰啲，就做個視頻下方咧，點開嚟買。嗰陣嘢呢噴落去呢，使到佢花統一齊整。即係到了花7到35公分長嘅時候，就要補棚。荔枝花前就要補棚，補棚補咩棚呢？就補嗰隻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，100斤水就放35毫升，佢可以撈個殺蟲殺菌個一起打，打落去呢，使佢個花枝粗壯，花粒飽滿，提高佢個坐果率。你大家一未買到嗰啲，就做個視頻下方咧，點開嚟買。